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艺人炎亚纶、炎亚纶，去年才得到10大杰出的青年，结果有一个网红叫做耀乐出来甲指控。耀乐讲，伊16岁时阵，互炎亚纶强制甲性行为，佮甲偷翕到本雅影片，甚至这个影片流出去，害耀乐不得不来休学。耀乐讲，炎亚纶佮甲威胁，若甲代志压空，就要找乌道来甲处理。炎亚纶针对这个代志是发文章承认道歉。就伫个中昼，耀乐开记者会，要进一步来说明。想袂到炎亚纶常常出现伫个记者会现场，甲鞠躬道歉。耀乐是帮盘痛哭。不过，这摆恐惊是你炎亚纶，去年才得到10大杰出青年，即马被野了讲毁灭了抖音男神耀乐几啊年。耀乐伫社群软体放2个人变色的爱心相片，写讲16岁迄一年，甲炎亚纶做伙，本来讲无要翕私密的影片，要么伊原趁伊无注意时，摕手机偷翕甲录影。2018年，这影片外流，被迫休学无头路。伊感觉人生敢若毁掉去啊！炎亚纶敢若花几万块付律师费，要几万块生活费都无下落啊！炎亚纶甲别人讲，若是伊出来野了，哪能会请乌道去解决？这拢有对话记录甲证据。代志发展就是炎亚纶抛文章讲伊是恋爱脑，一旦进入一段感情，就会失去自己。本爱影片外流，伊本身嘛是受害者。因为外界认为讲，伊对本身的犯法却是撇动就轻，包括趁对方伫困的时强制性行为，趁对方无注意的时偷翕本雅的影片，却对方袂当对外来野了，若无就要请乌道来处理。而且当时的耀乐未成年，若是炎亚纶偷翕本雅影片，可能去犯着儿少性剥削的防制条例，以强迫胁迫等其他违反本人意愿之方法来翕相者。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佫会使罚新台币500万以下罚金，杰出青年佫有可能追加一定。当一个已经满18岁之人，对于一个16岁，也就是未满18岁之人为强制性交的行为，已经会落入到我们《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》的规定，是可以处到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，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，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处罚，也比刑法的221条强制性交罪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要来得重。在前方，在前方，在前方。闹出风波，失去一个工作机会，就是今年8月份台东一气球的嘉年华，最后的演出嘉宾本来是邀请炎亚纶，台东县政府考虑到活动健康形象，决定要甲换掉。不是我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